再來看這兩日攏在擾亂的風台北海豬呢，是已經登陸中國的浙江。佇個上海有真濟大做大水，也有上千航班取消，超過100萬人是趕緊撤離。另外，這北海豬所帶來的西南風呢，嘛佇個菲律賓造成大水災。大鷹一直拍起哩海岸海湧規個線懸懸，今年掃去到中國威力上強的北海豬風台，吹到尾暗仔5點30分左右，佇咧浙江省東部的玉泉市附近來登陸。中國花東規個是透大風、落大雨。上海市區規個是做大水，這水已經超過人的骹肚啊，閣有真濟車攏吊車。浦東也閣有虹橋機場上千個航班撲掉，交通大亂。真濟民眾出門感受到風雨，就去用吹甲東倒西歪。這粒北海豬風台，互浙江、福建，也閣有上海唔敢放電。當局發布水防山警告，小煞幾個暗暝，甲山區的居民撤離。規個華東地區已經疏散超過上100萬人。剛剛在那個江邊的時候，直接是人被風颳着走的。我們是滯留在這裡的，我們是前天晚上在浦東機場，然後呢，昨天在迪士尼，然後今天是航班取消的。中國的氣象預報就報講，車閘包括浙江、上海、福建的北部、江西的東北部，也閣安徽的中南部，甲江蘇的大部分地區會落大水雨。浙江中部也閣有東部的部分地區，雨量有可能會達到250到500米里。若中國災情真慘重，北海豬嘛帶來西南季風，和菲律賓嘛對咧落大水雨，真濟社區水淹到大腿，民眾敢會使撩水，趕緊來撤離。Kaya hanggang kagahapon po nasa hita ko na po nung nag-evacuate po kami。菲律賓災區已經有上萬人帶入去到避難所。氣象預報就報講，北海豬會繼續往中國的內陸行入去，各地嘛是要繼續注意會做大水。公司新聞4派選朋友。